1970年迄個時陣呢，蔣經國也是副院長，伊出訪美國期間，4月24日咧紐約市廣場飯店門口去予台灣留學生黃文雄開槍刺殺。雖然呢刺殺無成功，不過也向國際社會傳達台灣人自主的意志，對台灣的民主和獨立運動有正深的影響。黃文雄在刺蔣案56週年的這天發表伊的頭一本冊，冊內面呢除了有對台灣政治社會觀察和批判，也記錄伊對人權立國的思考。像我小農命，咱甲一個細漢囡仔，甲一個巨人的戰鬥。這位是1970年刺蔣案的主角黃文雄。今年4月20日刺蔣案滿56週年，黃文雄發表新冊《為着人權》，文集收錄英國以下的文章、議題評論，甲對政治社會的觀察甲分析。主編表示，雖然當年黃文雄在美國刺殺蔣經國迄場無成功，不過也向國際傳達台灣人民自主的意志。黃文雄海外流亡25年了後，回台灣，有關對建立主權獨立國家、甲人權立國有真深刻的思考。寧靜革命。導致台灣的民主化仍然存在很多問題，所以還需要有更多的一些人投入對於台灣的民主人權的深化。今年已經90歲的黃文雄，記者也當地退化。英國雖然有出回憶錄的想法，不過主辦說在2022年就回收真濟資料無去。加在這幾年也有導演為伊拍紀錄片。這款理念啊，是安怎個寫做一段路？互因軍校有一個基本的自由民主的思想啊。另外嘛，透過數字書教育基金會英國收集的早期文件，嘛拜託報社、雜誌、授權等等，才甲齊齊黃文雄的文稿收集起來出作冊。冊內也記錄真濟黃文雄30幾年來參與各種社會運動的思考甲策略。講迄個非暴力抗爭、國民不服從權，吼，這佇個迄個這10幾年來，吼啊，我想。即佇迄個 Peter 甲即個思想傳，迄個帶入來台灣了後，會當講落實迄個完全的民主。伊介紹這個觀念，以及咱甲付諸行動，這是一個足重要足重要。黃文雄對一個刺客專做非暴力抗爭的倡議者，冊內也提出伊對台灣民主化規定的問題甲批判。這是黃文雄寫的頭一本冊，基金會嘛希望通正做台灣公民社會在捍衛主權獨立、守護人權記得，也有深化民主品質的新工具。記者盧尚如、謝桂林台北報道。